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金融圈的接班。说到金融圈接班，这个似乎有点滑稽。金融圈还怎么能接班？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去年大概2、3月份，也是发生在我们安徽一个小男生在一次大概是课堂演讲上面，说到自己长大以后志向是做农发行的行长，要继承我家的家财。这个事情当时在网上引起轰动，很多人说怎么能继承农发行的行长呢？银行行长是你想继承就继承的吗？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引起热议？实际上它恰恰反映了当下某些社会风气，什么银行2代、烟2代、石油3代、邮政4代、铁路3代，当然了，还有农民8代，给人感觉这就是世袭，这就是继承。所以当这个小男孩说出他的理想的时候犹如撕下了皇帝新装的那个男孩。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心照不宣的，大家都知道。没想到一个小男孩造句的时候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引起了热议，最后有关部门还去调查。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恰恰是相反，金融圈的婆罗门现象还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这些2代接班还会不会那么普遍，成为一个叫习以为常惯例？金融2代有没有办法接班呢？看起来按照往常的惯例，这个似乎是顺理成章，实际上现在是坑没有了。再说钱也越来越难赚，能把资源顺利对接给2代就算不错了。我们今天借着一篇文章看一看金融圈2代如何接班。说到接班，年纪大一点人都懂，现在的90后、00后他没有经历过这事情，我们都经历过。我小时候比我大一些的或者跟我差不多大的，他们都有一个路子，他不需要高考，他也不需要考中专，他可以顶职或者叫顶替父母，甚至有的是叔叔旁系亲属在国企或者在一个什么事业单位上班。那个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可以提前退休，让你家里的一个后代来顶职。顶职不是顶他的那个职位，他当科长，你去了不是当科长，你有个名额，你可以进那儿上班，这叫顶替。这是政策，恐怕很多人对这个不了解，所以一说到金融圈接班就感觉很诧异。当然了，那这个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金融人退休能让2代接班吗？为什么呢？正好到了这个退休年纪了。60后集中的一代金融人迎来了密集退潮期、退休潮。这个60后很多人本身恐怕也是接班接进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60后在90年代正好20来岁，他恐怕就顶职顶进去，正好赶上那个最后一批那个政策红利。去年有多家银行高管宣布退休辞职。另外，上市券商的董事长高管队伍中有很多人今年都超过了60岁，即将面对退休大考。目前只有民企太平洋证券的董事长干到了70岁，民营企业没有退休年龄限制而国资背景的券商和银行是不会这样操作的。金融2代有没有办法接班呢？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坑没有了。再说钱也越来越难赚，能把资源顺利对接给2代就算不错了。今天我们就盘一盘金融圈2代如何接班。同样是这个春节的饭局，如果你有幸参加的是同学局，既没有亲戚催婚，又能听到一堆八卦。这个作者说他有一位高中同学感叹起了他的大学室友，这位室友出身金融圈高层，成绩、学历、证书拿出来都很亮眼，如今却面临失业的压力，而且后路都没留，眼看着要阶层滑落。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今年7月份，中金公司的一名女员工从小就是榜样，就是别人家孩子，就是学霸，结果从楼上一跃而下。所以说什么失业那很正常。说姑且叫这位妹子婷婷，说婷婷毕业的本科院校是 C9 中的一个，硕士虽然不是藤校，但也是国际上前100名的。毕业她就进了4大，做了几年又去了投行、CPA、司法考试都通过了。翻开很多上市财务总监和董秘的简历都和她类似。说当然工作的这些年项目也不少接，钱也没少挣，房子车子都买了，不过房贷还有10年要慢慢还。婷婷今年就要满40岁了，眼看着投行项目逐年减少，业务不好做，券商都在收缩，终于感受到失业的压力像一把剑悬在头顶。家庭方面，婷婷从小就有主见，爸爸是某大行省级分行的领导，你看真的2代，省级分行的领导这就算2代。妈妈是本省财经大学的教授，但是因为看她成绩好，家里从来没操心过，事业上没有干涉过。现在婷婷单身未婚，父母都退休，
存在钱和每个月到手的退休金在当地是算高的，但是这些钱放在婷婷所在的上海也不算多充裕，也就是地方人再有钱，到了上海房子是5000万一套，那你这么一比的话，还是小巫见大巫。既然如果当初婷婷没有选择4大和投行，而是回当地，不管进银行还是考公，当然他现在40岁，就10几年前还没有那么卷，考公进银行相对还宽松。那么靠他爸爸和他妈妈的资源一路打招呼，各种扶持到位，金融职场混一混，那还是很容易的。眼看投行业务不行了，婷婷爸爸打算让他去本省国资旗下的券商做个中后台，觉得虽然钱少，毕竟可以干到退休。结果面试的那个部门领导根本不给面子，每年董事长打招呼来的有几十个了，哪有那么多坑，对吧？也就是僧多粥少啊，位置太少，打招呼的人太多啊。说当然潜台词他没说出来，你一个前年就退休了的老头，想让我们开后门，不买你的账能怎么着？对呀，人走茶凉，你都已经退休了，那还是即便有一个坑，那得安排那些没退休的在位置上的领导的关系。95后的二代就更指望不上父母的关系了。倩倩是95后的金融3代，她妈妈在地方上的央行只能算是个职员，马上就要退休了。几年前倩倩就努力学习，立志要考进去，因为看老妈的日子好过，钱不少事不多，到点就下班。不过她也早早的打听过，知道这不好考了。老妈是外公退休的时候给安排的，那个年代干部退休给孩子安排个普通员工工作还是有政策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年代可以顶职的，一个岗位换一个。当然了，到倩倩这一辈就没得安排了，那现在就没这一说了。不过倩倩毕业之后还是进了金融系统，先去了上交所一个子公司，干了几年又进了一家基金公司。其实现在甭管是银行还是券商或者是央妈这样的单位，2024年员工总数没有突破，甚至减少了。整个金融行业啊，就是大的金融，包括银行、券商、基金，整体上2024年应该是少了几十万员工啊，就是岗位少了这么多，但是就业的人是在增加的。那你说这个卷的程度大家就清楚了。公告中披露的2024年员工总数跟2023年比起来，在上市银行中，浦发、华夏农业、齐鲁、建设、中信各减少几千人，工行甚至减少了1万人。在上市券商中，中信、国信、海通、招商、中信建设、财通、国军、兴业、银河、方正等各减少几百人。这还没完，券商大合并之后预计还得减。领导别说给亲戚，就是给自己的子女，想安排钱多事少的肥差也所剩无几。凭本事吃饭的一代把资源交接给2代，既然交班交不过去，那把手中的资源交到2代手上。金融圈倒是有一类2代实现接班相对容易，就是业务口的1代给2代交接资源。张雪峰给家长解释没资源别去金融圈的时候说了，如果他女儿去银行，他可以给存3个亿，这操作不就放往业绩全有了？我觉得这就是神经病，这个纯粹就是叫逻辑陷阱。想象着皇帝顿顿都得吃肉，皇帝那干活锄地用的都是金锄头银镰刀，你想你都有3个亿了，你为什么非要让女儿去银行做柜员呢？去拉业务呢？这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你都有3个亿了，你还在乎银行那个工作？这就已经是本末倒置。工作是为了你生存、你生活、你的一些自我实现，是没有办法。但如果你不需要工作，你就能实现这些，那为什么要工作呢？这个叫局限性。金融1代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可以攒下很多大客户，到退休之后把客户转到孩子经济关系上，接班其实挺容易的。准备跳槽去某家中型券商的小王，就是奔着在另一家券商的老王马上要退休了，准备把职业生涯积攒的全部亲友型客户都倒给儿子。亲友型的意思就是那种交往比较深入，不管是靠友谊还是指导炒股，总之说得上话的。说小王毕业于某分数线较高的211财经类院校，毕业前就考了证券从业资格证，自己写公众号发文章，被一家自媒体创业公司招去了，底薪还不错，比券商高一些，在超一线城市工作多年。但是最近2年广告收入进账越来越少，公司财务开始紧张，这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而老王则在西南某省会城市的
券商做到了营业部负责人的位置，也积累了很多客户，全是当地的老交情。春节期间，两人一合计，老王退了休，有退休金了，小王现在跳槽去另一家券商工作，老王把他的客户一个一个的开过去，这收入就能比自媒体高，五险一金就更高了，工作也稳当，券商可以干到老。不过这行情不好的时候下滑一些，压力还是比较小的，这个我觉得是特例。首先一个，你从自媒体对吧 MCN 公司从杭州你到西南的省会城市去券商上班，这个你自己能办到吗？不太容易，那除非是他爸老王帮他找的关系。至于说把客户倒给小王，这个有点理想主义，客户跟谁在哪个券商干，那还是看佣金看条件，佣金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老交情我照顾老交情。如果你小王你在一家券商你拿不到好的条件，我凭什么在你那儿去啊？你刚去你没有权限，你能谈到什么好的条件呢？你能谈到1/1000吗？能谈到0.8%吗？0.5%？我只是举个例子，说2笔账一算，这接班计划稳了，这个有点理想主义啊。美中不足的是，小王只能接客户，职级从经纪人或者投顾干起，那远远赶不上老王的。另外，老王表面上是退休了，短时间内还得继续陪跑，干着陪吃陪喝陪聊陪打麻将维系关系的生活。你考好学校去念书，在大城市上班，最后还不是靠你老家我？你看看这儿子啊，你再牛逼，你学习再好，你飞得再远，最后还得飞回来，这叫悲哀，就是还没飞出他爸的崭新，这个不是好事。当然，你爸如果是李嘉诚那也可以，或者马云。马化腾，你继承的只不过是你爸的牛马那一套拉磨的工具而已，你的工具稍微好一点，那还是得拉磨啊，这叫悲哀。如果早知是这样，你根本就不用10年寒窗苦去小镇做题家，天天刷题，考什么211财经大学，根本不需要，你就随便混个什么学校，一毕业就到老王那个券商营业部去打工，这么多年下来，恐怕也已经当个小领导了，还有他爸一路扶持，那相当于这么比较的话，小王那不就是走了弯路吗？还吃了苦。当然，有的银行二代比业务接班还思路开阔，不找高净值客户，直接找了高净值老公。去年12月病逝的某大行副行长，他的女儿就嫁入了豪门。周大福的老板郑裕彤家族3代郑志亮，婚礼是12月10日办的，他父亲几天后也算不留遗憾的走了。这个就是傅鹏说的，你就要参与财富分配，嫁给有钱人，嫁给有能力的人，参与分配，这也是成功的路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这么干？咱们的教育，咱们的宣传都是希望你凭自己勤劳的双手要创造什么财富。为什么这么宣传？就害怕你都这么干，那他就没法这么干了，那这个路就太卷了。这就像那个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完了他要告诉牛马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牛马安心做牛马的时候，他才能在罗马好好的待住，他才有他的荣华富贵啊。如果你牛马都真的想到了罗马，那你说他不知道被挤哪儿去了。我们底层人韭菜经常就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教育给约束住了，莫名其妙，越穷越死要面子，越穷越觉得这种高价入赘不光彩，就是这种。2024年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排名显示，郑家纯及其家族，也就是郑志亮的父亲，221亿美元的财富只位列第3。也就是说啊，这个郑志亮家产超过1000亿人民币，那这位女生嫁过去，那不是实打实的豪门吗？对吧？哪怕分给他1%，那也10几亿人民币。说巧合的是，郑家纯的另外2个儿子也都娶的是金融女。说老大郑志刚的老婆于雅莹，本科毕业于哥大，硕士毕业于哈佛，在大摩担任过亚洲区执行董事，还当过高盛公司债券外汇及商品部执行董事。老二郑志明的妻子张美诗，据说也是一名有金融背景的富家女，不过她一直以来非常低调，只有当地媒体报道过她年龄比郑志明还大一些，步调这么一致，也算是家族传统了。你看接班，人家不去银行接班，不去券商接班，直接去财富那儿接班，直接接班财富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张雪峰举的例子，我觉得这就是本末倒置啊！你得有3个亿现金，为了让自己孩子上银行上班，这点志气，你有3个亿现金，你完全可以开一个公司，让你女儿当董事长就去耍。这个作者说，业务口可以直接接业务，高管反而不一定都有业务资源，他们给孩子安排位置还是得看有没有坑。目前多家券商正面临着董监高退休窗口，一大把60后等着要退休。比如上市券商中，董事长年龄最大的
一位已经71岁，60岁以上的也有13位。他列了很多表格，券商这些我看了一下，这些券商的董事长年纪都很大了，70岁高龄的。在上市券商中，总经理就比董事长年轻不少，最大的才61岁，最小的43岁，50岁以下的总经理就有5个。这些券商高管的孩子可不一定在自家公司。银行这边董事长和总经理年龄则没拉开大差距，都集中在50到60岁之间。上市银行42位董事长中有36位年龄在50到60之间，而在上市银行的39位总经理中有32位年龄在50到60之间，6位年龄低于50岁的总经理都是农商行和城商行。刚刚过去的1月份就有3家大行的高管退休，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因年龄原因辞任，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提前3个月退休辞职，交通银行监事长徐明杰也是提前卸任。去年还有多家银行的高管或者银行行长退休，11月交行副行长黄元宏到龄退休等等就是这些银行都是到了年龄要退休了，位置就空出来了。前面说太平洋证券的董事长干到71岁，那主要是因为太平洋证券算是民企，所以点到点退休的要求没那么严格，但是大部分券商和银行都是国资或者地方政府的背景，高管还可能来自或者调入当地的其他部门，如国资委等班子，退休也严格按照规定来，所以未来几年大概率会看到很多高管退休的公告。所以金融圈的接班现状是，高层到点该撤了，给孩子直接接班没有坑，中层给孩子接业务资源，而基层金融人呢，面对自己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干脆来了一波劝退，孩子别干金融了，要不看看张雪峰，还是教师、医生什么的吧，哪怕兽医家里也没有意见。同样，以前夜夜笙歌的土木，就是土木工程，现在没人报了；以前靠期权就能一夜暴富的码农，现在面临中年失业；以前嚷嚷着闭着眼睛数钱的金融民工，现在也感受到了阵阵寒意。这么看来，没有永远能轻松赚大钱的行当。说的还是对的啊，就是金融行业啊，这个咱们还得实话实说啊，国有大行，无论你是总行还是各省的分行，现在你想把位置传给儿子，这可能性没有，那个任命都是组织任命，但是你可以把你儿子塞进银行，塞进银行之后，那也得看他造化，看你提携，那他恐怕在别的地方能不能爬上去，这是有的。但是说我是工行董事长，到龄退休，让我儿子来当董事长，那怎么可能？没有这事儿。但是村镇银行、什么城商行，保不齐就有，管理是不规范的。那是民营银行，那人家是自己说了算，大股东说了算，人愿意怎么整怎么整，你管不着。所以国有行那是不行的，国有行的大股东是国资委，是财政部。所以说金融圈婆罗门接班，指的都是下面县城里面地级市，这个运作的空间大。但是随着金融行业的调整，这个金融行业也不像10年前那样香饽饽。我记得10年前，如果你想进银行，你是大学毕业，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你要找人应该至少要花10万块，你就可以进银行上班，这得找人。但问题是10年前找人进银行上班的这些人，现在恐怕想着辞职啊，不想干，压力大，收入现在也是不稳定，完不成的 KPI。文章说的也对啊，没有那么轻松赚钱的行业，都是风水轮流转。所以说你现在你的行业这2年是风口期，过得很滋润，那你就要尽情享受，因为这个日子不会太长，3、5年马上就过去了。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只不过是3、5年之间。这个文章说啊，你没有资源不要进金融行业，这个说法只能说大体是对的。如果你要这么说，你进哪个行业你最好都有资源，那合着没有资源的人那就没有活路，哪个行业你都进不去，你进去没有用。所以反过来说，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说张雪峰说你家没有资源，你没有后台，你不要进金融圈。我在以前节目里面就说过了，我们家族晚辈考的就是211大学的，学的就是计算机，他还不在北京本科，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专业，你的那些学长他们毕业都去哪儿？他跟我说都在写代码，有的都在外包。我说你这个专业有什么前途？马上改行，怎么改？考研往北京考北大或者清华的金融专业，你挑一个。结果他真的第1年没考上，第2年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他现在北大毕业之后就在券商上班当基金经理，现在是在一家量化公司，他们公司跟幻方量化是竞争对手，他们公司也在搞类似大模型、人工智能 DeepSeek 这样的东西。他有没有资
资源我还不知道吗？全靠自己，所以不要人云亦云。说这种话，无非就是想把你们阻止住，这样这条路就没有那么拥挤，没有那么绝。好比三农专家忽悠这年轻人到农村去一样的，那你们都往城里扎，那城里日子就不好过，卷了。把你们都忽悠到农村去，那城里面日子就好一点，开车也不挤了，道路不拥挤，坐地铁也没那么多人了，城里工作也好找一点。就有那些头脑简单的就信了。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还有一个也是211大学学的是桥梁工程、桥梁设计，本来立志要做个桥梁专家的，后来他也考了天大的研究生，现在在读博士，就是金融改行。我告诉他们，我跟张雪峰说的完全不一样，你离钱越近越容易赚钱，对吧？如果你那个行业跟钱就不沾边，你想赚钱太难，想拿高薪也太难。当然了，你说我是奇才，我有专利，我搞科研，那是另当别论。记住了，离钱越近越容易赚钱，所以不要人云亦云，说什么你没有背景，你没有资源，你就不要进这个行业，不要进那个行业。实际上每个行业都可以这么说，你没有资源，你都不要进什么环卫工人这个行业，你没有资源，你进去了，你最脏最累的活就是你干。但是我们要记住了，安排职位这个很难，但是现在这些国企大行，他们安排自己的子女进这个银行，或者利用自己的手中资源把他安排到别的银行去，这屡见不鲜干。要不然什么体育生呢，武汉的那个体育生跑到哪个券商去实习，发朋友圈把他客户 IPO 资料都给泄密了，这个谁爆出来，这是谁安排的？为什么要安排到券商实习？就是毕业了之后直接进券商，这就是在铺路。所以说金融圈的婆罗门还在延续，但是说二代交班接班这个另当别论，也就是烟3代还要传到烟4代，石油4代还要传到石油5代，铁路4代也要传到铁路5代，它是个集体交班。那么你是农8代，你就准备传到农9代，做好心理准备。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